7月1號出世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活潑、豪爽、開朗嘅領導者啊！你有你嘅獨特氣質，個人好聰明，亦都好肯去努力實現自己嘅理想同埋大志。自尊心比較強，唔係好中意俾人命令你，亦都唔係咁容易妥協。敵我關係咧，亦都非常之清晰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戀愛當中咧，你會顯得比較強勢。中意佢嘅話咧，你會好直接咁樣表白，唔會搞一啲小動作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會有少少大男人或者大女人嘅傾向。你好想掌握對方嘅一切，有高高在上嘅感覺。有時咧會用命令嘅説話對另一半，呢樣嘢就會小心啦，可能會忽略對方嘅感受。而喺性嗰方面咧，你比較着重自己嘅感受，如果可以多多配合嘅話咧，大家嘅性關係一定會好啲㗎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，你能夠好容易咁樣做得到咧事業上面嘅成功，做每一類型嘅工種咧，你都可以咧做到核心嘅角色，特別係專業領域上面嘅工作咧會比較啱你。你求知欲強，好勝心亦都好強，就算遇到啲好突發嘅情況，你都會有你嘅方式去解決，唔會令事情變得太差。所以身邊每一個人咧都好信任你。而財運方面，你好有賺錢嘅能力。如果你嘅目標更加明確嘅話咧，你就會累積到你一生巨大嘅財富。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遇到問題咧，你都一頭衝，覺得自己可以解決到所有嘅問題，亦都忽略咗身邊幫助你嘅人嘅感受。可以嘅話咧，學識一下真正嘅感恩。一件事要發展得好同埋順利嘅話咧，一定身邊有好多人咧都幫助緊你、支持緊你。千祈唔好唔記得感謝背後支持你嘅人啊！